唉，他唱歌好好聽嘅。假使不能公開妒忌，我只大方接受。同行時有天後，誰能攞個朋友？這裏我生活一啲啲痕跡，人道明燈燈寫上印在心中，仍等於此夜你在肩邊動。誰當初無心，先能蒙住我，能向路的這啲這這往日，但是你們未有，大或你們疑問，應該傷感還是悔改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點緊呢，變作疑問，來來回結中數難，一個我被撇的，係又很不慣。又走你一歲又這番，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呢，他讓你問，願曾誰如鐵也不難，雙人仍埋掙扎，最壞的生涯，我想要聽你問為啥會選我嗎？啦啦身份好應更問責，人定還是這幾多有如懷抱，同情和眼淚能被我打動。歡迎我觀眾，當啲原因，一歲的妹妹，橋石面前這啲我是愛人，但是你們未有，大或你們疑問，應該開心還是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燈當年你問。坤總，你來我就唱不好了啊！什麼叫我這麼美？你不是挺帥的嗎？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燈，他讓你問，願贈誰如鐵也不難，雙人仍埋掙扎，最壞的生涯。我想要聽你問為啥會選我嗎？沒有沒有，那個坤總你是專業的，你是川音的，你專業的啊，你是我學弟。來，我們在那個坤總跟你講，我們在那個8+1，哎，下播了，坤總。我在跟他們。